澳門人口進一步老化，衍生出一系列嘅社會問題。不過相關嘅政策同配套設施好多都未能夠落實，應該點樣應對社會老齡化，亦都成為咗當局急需解決嘅民生議題。近年澳門老年人口增長迅速，根據統計局資料顯示，截至2016年，老年人已經佔咗總人口嘅9.8%，而預計到2025年，老年人口比例達到16%。喺應對社會老齡化問題上，政府早2年提出長者服務10年行動計劃，首階段完成咗96個項目，其中包括設立失智症長者服務設施，以及加強獨居老人支援服務等。另外，政府仲計劃增設數百個院舍宿位，應對安老院舍日趨緊張嘅問題。將係咧係未來2-3年咧係會咧係新增咧大約咧700至800個宿位嚇。我哋有6間遷建或者係新建嘅院舍咧係提供有關嘅服務嘅嚇，其中3間咧係位於澳門半島，3間咧位於離島嚇，2個離島嚇。但係社會有聲音質疑，現時社區內嘅安老設施唔夠完善，長者嘅活動空間受限，影響身心健康。對此，社工局回應話，當局會加強對社區養老服務團隊嘅培訓，提升安老嘅軟硬件設施。會為呢啲嘅呢啲服務嘅單位咧，共同去制定一啲嘅優化措施啦、運作手冊啦，甚至透過培訓提升佢哋喺嗰個照護嘅方面。其實我哋都有關心佢哋個硬件嘅設備，例如而家院舍裡面有啲設備啊，會唔會老化啊？或者係一啲中心裡面有啲座椅啊、凳啊呢啲，我哋都透過資助咧，就同佢哋去更新嘅。社工局仲透露，今年內將會完成長者服務10年行動計劃中嘅196項短期措施，並會持續關注老人嘅家居安全，通過評估機制資助佢哋進行室內設施改裝。華為視綜合報道。人口老化係全世界都要面對嘅一大難題，澳門亦都係咁樣。而家澳門65歲以上嘅長者佔到咗總人口嘅近1成，人口老化會對社會造成點樣嘅衝擊？特區政府又應該點樣做好養老服務？今日嘅議事論事環節，我哋一齊嚟探討。嘉賓係立法會議員宋碧琪。特區政府喺呢幾年呢，亦都係積極想去做一啲事。喺人口嘅政策方面呢，針對長者嘅老年化嘅問題呢，係推出咗唔少嘅措施。但係我哋睇到政府喺現時嘅工作入邊呢，只有政策，未有具體嘅落實嘅方向。特別喺現時嘅法律嘅制度方面呢，我哋嘅權益保障干預法啦，係仍然未有一個出台，令到長者喺法律嘅制度入邊呢，得唔到一個比較好嘅保障。喺現時嚟講，我哋嘅醫療服務係需要去針對我哋呢一啲長者現時嘅呢啲病痛啦，去做一啲專科嘅處理。特別係咪可以考慮喺現時嘅衛生中心設立一個長者嘅專科嘅一個醫療，亦都係設立一個快速嘅排隊嘅一個嘅專道。我哋現時原區安老嘅政策入邊咧，有唔少嘅家庭啦，都有我哋一啲嘅長者，但係有啲嘅長者咧，可能行動唔方便，生活不能夠自己去料理，需要靠我哋嘅家人朋友一齊去關愛關顧。但係咧，隨住我哋嘅呢一個嘅就業人口係一個比較高嘅情況之下，可以講我哋唔少嘅家庭都係雙職家庭，要再抽出時間或者係喺我哋嘅工作資源可以照料到我哋嘅長者咧，係比較困難。所以喺呢一啲嘅家庭方面，佢哋需要嘅係社區呢一個照料嘅一個嘅支援，政府需要去加大呢一個工作嘅推動。第二啦，就喺我哋社區支援嘅呢一個方面呢，其實呢，我哋亦都需要去照顧到一啲行動係可以比較好啲嘅，亦都係比較健康嘅一啲長者嘅需要。但係因為我哋社區嘅一啲嘅配套設施不足啦，導致佢哋要開展一啲健康或者係一啲有見於自己身心發展嘅活動運動啦，係比較難嘅。譬如一啲回力球嘅運動設施啦，
運動場所啦，甚至我哋長者想再持續進修嘅一啲嘅學院啦、書院啦，喺個學額上面咧，仍然亦都係有不足，所以喺呢一啲嘅方位咧，亦都係需要加大我哋嘅資源投入，政府去制定呢一個園區安老嘅政策啦，更加要從全方位去思考我哋政策嘅配合。呢一個唔係一個單一嘅政策，係全社會嘅一個政策，需要各個部門嘅政策配合推動，先可以令到我哋園區安老嘅政策得以真正嘅落實，令到我哋嘅長者老友記喺晚年嘅時候有一個快樂健康嘅生活。